連場大雨，濕氣重。今日同大家行一個快線，依家出發。大家好，早晨。今日我哋咧就會行張上交流徑，最終咧就以榕樹澳作為終點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可以上埋石屋山。大家可以用自己方法就搭巴士喺高塘落車，依家就完呢條路就開始出發。沿嗰條石屎車路行過嚟，行咗250米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轉入去，就往白沙澳同海下灣方向行。由起點行咗700米，嚟到呢個位置，依家就直行，就開始正式進入張上交流徑嘅路段。沿張上交流徑行過嚟，嚟到呢個4叉路口，右邊咧就係後塘溪，依家就繼續行張上交流徑。張上交流徑行過嚟，嚟到一個分岔路口，呢個咧就叫做高塘古道。依家就繼續直行，就繼續往榕樹澳張上方向行。變向頭先由張上交流徑行過嚟，就嚟到張上呢個位置，連接翻麥理浩徑。咁依家就繼續呢條路行，就繼續前往水浪窩。嚟到呢個位置，如果大家想上石屋山嘅話，大家喺士多後邊嘅位置開始上石屋山。由於今日嘅天氣逐漸轉壞，為安全起見，我哋咧就唔上石屋山，就繼續沿張上交流徑前往榕樹澳方向嘅。喺士多行咗不足500米，咁就嚟到呢個分岔路口啦。請大家注意，好多人咧就以為咁樣直衝落去嘅。咁如果直衝咧就去榕樹澳，如果大家想去麥理浩徑第3段嘅話，咁就大家記住要靠左行啦。咁今次咧我哋咧就會選擇直隊榕樹澳。張上交流徑嚟到分岔路，呢條路就去石屋山。咁依家就繼續行，就繼續落去榕樹澳。
後邊我哋頭先咧就喺張相郊遊徑嗰度行出嚟，咁就嚟到榕樹澳，就已經行完張相郊遊徑啦。咁由起點嚟呢度就行到7公里，依家就轉咗就連接翻大路，然後完成今次旅程。沿住呢條石屎車路行翻上嚟，就嚟到榕北走廊分岔路。咁呢一條路咧就可以去榕北走廊上雞公山或者馬甲崙嘅。咁我哋依家就直行就出翻去企嶺下路圍搭車離開。我哋嚟到終點水浪窩，完成今次旅程。今次行咗12公里，需時4小時。依家搭車離開，呢條片分到此為止。請大家記得訂閱、留言、讚同分享，係時候講再見，拜拜。張相郊遊徑係一條初中級路線，全長4.2公里。經過連場大雨，好多地方都有水凼同埋塌樹，而且喺最尾1公里落去榕樹澳嗰度，充滿好多青苔，同埋好容易跣，請大家注意安全。